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的90篇。今天是进入到诗篇的第四卷，第四卷是从90篇到106篇，总共有17篇的诗篇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诗篇第四卷99、106篇。诗篇第90篇。上帝人摩西的祈祷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还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。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，讲人啊，着回归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，亲像草早起时不影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暗时凋谢打去。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。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，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。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。阮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0，若勇行通到80，阮会当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人生亲像竹杯，10000年久就过去。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帝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。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的所做拢行通。诗篇诗篇91篇。是非常用出名的一首诗篇，是这里讲到是神人摩西的祈祷。那这诗篇第四卷当中17首的诗篇里面，大部分是没有作者。那有看到作者的，就是有这一首90篇的摩西，还有101篇、103篇大卫的诗。大卫的诗。那我们之前在讲诗篇第三卷的时候，说诗篇的5卷可以分别对照是摩西的5经，所以创出利民生第三卷对照的是民数记，利未记。好，利未记讲到这个圣殿，讲到祭司利未人的敬拜，而第四卷是对照的是民数记。民数记那讲到的是这个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那这一首摩西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，也就是说主前1400年，离我们有3400年之久。所以这也是诗篇当中150篇当中最早的一首诗，就追溯到摩西的时期。那还有这个诗篇摩西写作的背景呢，可能可以从民数记的12章、13章到14章，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出了红海，到了旷野之后出了埃及过红海到旷野之后，但是他们却在旷野开始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以至于呢，在民数记14章，上帝呢就宣布他们要在旷野要在那边停留40年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。所以有可能在那个情境之下，摩西就写下了这首诗篇90篇的内容。那另外我们可以对照的是《申命记》32章、33章，这个摩西在要进迦南前，再次对旷野的第二代所提的话。那还有里面讲到说，在你来看，1000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所以在这里讲到1000年如一日，一日如1000年。那也可以参考是启示录20章，这个讲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千禧年的情境。
好，那这首诗篇总共有17节，我们可以分为3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1到6节，讲到人的短暂，还有上帝的永恒。第一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：世人啊，你们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夜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那这里讲到人的短暂，好像草一样，好像睡觉一样，好像流水一样，回到尘土。但是这里颂赞的是永不改变的是神，因为他是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，连大山所有的山都还没有造出来以前，神从亘古到永远，就是在历史前、历史后历史当中，神永远是掌权的那一位。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情境。就是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哦。好，这个造成它的原文意思就是还没有生出来。造成现在中文本翻成成型。那这个字的原文是女人在生孩子时分娩的时候的痛苦的震动。就是这个地跟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造成，还没有在那个生出来的震动期、阵痛跟震动的时候呢，神就已经是神，他就已经在那。那但是这位永恒的神呢，却使人来，也使人归于尘土。而且神说：世人呐，这个世人呢，他的原文是人的儿子啊，人的儿子啊，那就是讲到世世代代的人，你们要归回，归回什么呢？那在现代中译本就说回归尘土就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造人，但是神也呼吁人要知道人从哪里来，以及人往哪里去。好，这个去呢，不是只有死后变为尘土。好，所以人往哪里来呢？就是出生的意义。往哪里去呢？要明白死亡的目的。好，那这首诗篇呢，是一个摩西的祈祷。好，那他不是只有写诗而已，他是为了祷告。好，所以可能在他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过红海，好，那他深切的感受到，这个上帝好的同在，上帝的大能。第4节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所以神不受时间历史的限制哦。这个一更呢，就是每4个小时。所以从太阳下山6点到晚上10点，这4个小时第一更；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2点，4个小时是第二更。好，那从凌晨2点到早上6点太阳出来，是第三更。所以这12个小时当中，如夜间的3个小时4小时一样，如夜间的一更。好，那神说看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在变换，但是只是夜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。那夜里面呢，我们通常在睡觉但是呢，这个夜呢是指说太阳下山之后。那3段的时间当中，那1000年的日子也不过就像是这个夜间的其中一段，还不是一整个夜晚而已，是比一整个夜晚还要短的时间。所以意思是非常的快。神的历史神的掌权非常的悠久，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呢，非常的短暂。所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，因为摩西上帝感动他写下了创出利民申。那当摩西在写下创出利民申，可能也是出了红海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在旷野当中。那摩西可能陆陆续续在写这个创世纪，神启示他的时候，他发觉这个神的伟大，好像这么多的历史，亚伯拉罕的故事，约瑟的故事，雅各、以撒等等，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又一个新的一代又来，早晨人的生命，人是人，人的儿子好像又像草一样又生长出来。可是呢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。
就是人这么样子的短暂，人所接触的一切也是很短暂，但神是这么样子的永恒啊，1000年不过像是夜间的1/3。第二段是从第7节到第12节，好，这一段讲到人的罪恶，还有神的怒气。第7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即逝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这一段呢，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爱，也是印象很深刻，也真的是说中的每一个人的心坎里。这一段讲到人的罪跟神的愤怒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消灭？是因为上帝愤怒。为什么上帝愤怒？是因为第8节，我们的罪孽被神所看见，所以我们这些罪，即便把隐恶，好，隐恶就是把它变成秘密，好，将我们这些的秘密想要藏起来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一个秘密都藏不了。所以我们在神的愤怒当中而被消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特别如果刚才有说民数记的14章讲到了上帝的愤怒，然后呢宣判好这一些出埃及悖逆的百姓，好神要把他们拘留在旷野当中。好，所以他们摩西可能知道神说话算话，好，因为他从80岁要开始带这些的百姓出埃及。好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感受到神的威严，还有上帝用10个灾来管教埃及法老、埃及全地的时候呢，好，让摩西知道神的威力可怕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。好，那我们刚才有说，摩西的时代离我们现在是3400年。好，其实到今天3400年后，好，这个标准还是跟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接近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当中有很多摩西就活到120岁啊，亚伯拉罕170岁啊，好，有很多的。好，那但是呢，好，在摩西那个时代呢，好，其实一般人的寿命，好，跟今日呢，好，标准并没有相差太远。好，即便古代没有那么多的医院，没有那么多的医生，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资源。但是人的寿命似乎就是70、80，好，那强壮的就到80，好，80好几，好，那再更强壮的，好，可以到90、100、100多。但是人的年岁啊，不在于长短的重点。好，第10节说，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经夸的意思就是可以拿出来骄傲的，可以拿出来骄傲的，或是说所得的。只是劳苦愁烦。好，所以这里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悲观。好，人活了这么久，最后得到什么呢？是劳苦。人努力这么久，最后得到什么呢？愁烦。好，而且呢，这些劳苦愁烦，好，人生呢转眼即逝。哦，这转眼即逝就是快速的死去，好，快速的死去。好，因为前面讲到，好，人的寿命，好，就是这样，跟神的1000年比较起来呢，真的是非常快就过去。我们便如飞而去啊！好，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摩西还在3400年前，摩西还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他120岁的生命，好，在我们这样历史一看，也就像是翻一页一样，好，就像是飞了过去一样。所以好像一声叹息啊，好，我们的生命像是一声叹息，好，因为这个叹息是单数，好，通常叹息就是我们会唉，然后又唉，可是这里的叹息是只有一声，好，单数，好，所以他特别强调，好，是一声叹息。好，那台语说偷几人鬼，好，只有一次，好，那就是我们的人生叹息，你想要叹息，也就是这么一次。好像这个气叹出来之后呢，好，临终气吐出来之后，哎，人生命是不是就结束？
不过我们刚才有说，这么悲观的看法，是因为人活在罪中，以至于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，才会看不到盼望。那所以摩西在这里提出11、12节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为什么上帝要生气？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？谁能够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对人发怒？为什么要使人生被消灭？是因为罪的问题。那这是这首诗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能不能够看见人为什么活在苦难，为什么在痛苦当中，为什么在绝望当中，是因为罪的问题。如果能够找出罪的问题，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罪孽摆在神的面前，不再隐藏，而是能够面对神的时候，就知道怎么样能够脱离神的愤怒。所以12节说：“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这个智慧不是很会算自己可以活多久，很会算自己可以赚多少。这个智慧是说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到上帝面前，脱离上帝的愤怒，而不会因神的怒气而被消灭。好，所以这些没有办法摆脱罪恶的人，他们呢，因为活在罪中，就在神的怒气当中苟延残喘，很怕见到神，被神惩罚，很快的就离开人世间，什么都来不及挽回。但是呢11、12节说，若是懂得反省，数算自己日子的人，当他得到智慧的心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神为什么发怒，他也知道怎么样神可以满足神的怒气，让神不再发怒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有出埃及记，然后呢民数记，利未记、民数记，就讲到人要透过献祭、牺牲、节期，然后呢跟神建立稳定和好的关系，才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。所以这就是智慧的心。最后一段13节到17节啊，求神怜悯，能够重建关系，好让人生更有意义。13节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怜悯你的仆人们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使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们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所以在这里，摩西的祷告全部都排出来了。他先第一段颂赞神，也看见人的渺小；第二段感到非常的悲哀，人已经这么渺小了，人生这么短暂了，可是大部分人生呢，都在痛苦，都在罪恶当中，变成一生的叹息，气一吐完就结束了，转眼即逝，如飞而去，只是劳苦和愁烦。那摩西知道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所以呢13节，我们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昨天我们读的诗篇89篇的第46节，也是这样说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这是这个以斯拉人以探他的祷告。好，因为上帝曾经对大卫的应许，要让大卫的后裔世世代代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上帝又消灭大卫的后裔，这样子的愤怒要到几时呢？今天的90篇13节也是一样，求你转回，怜悯你的仆人们。所以前面上帝叫世人要归回，现在摩西的祷告是求神来转回，所以在字面上来看，都是 return，但是呢，一个是归向神，一个呢是转向一个是转向人。上帝不要再看人的罪，怜悯你的仆人们，求你这里有好几个求你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这个早呢，除了是比较级之外，那现在中文译本现在台语都翻成清晨浩炸，
好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早呢，不是早一天、早2天、早1年、早10年的问题，这个早呢是从睡醒之后，好，对照的就是第4节，好如夜间的一更，所以上帝这1000年的历史呢，好，一个晚上可能就过了3000年的历史。好，这个当要天亮的时候呢，求你让清晨、早晨就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进入在你的慈爱当中，不要在夜间的恐惧当中，不要在黑暗的绝望当中，不要在罪恶的痛苦、愤怒、惊惶消灭当中，好，能够早一点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好，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祷告啊！好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好，不要再活在神的愤怒之下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看罗马书。好，所以我们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而是领受儿女的心，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。我们能够早点呼叫阿巴父，我们就早点享受在神的慈爱当中。15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使我们喜乐。好，所以15节呢，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呼求神、认识神、呼叫阿巴父以前，我们是奴仆的心都在受苦啊，就好像在这个以色列人、希伯来人在埃及当奴隶。可是呢，当他们进入旷野，或是说他们来到西乃山下跟神立约之后，他们变成君尊的祭司、神圣洁国度的子民的时候呢，好是一个喜乐。所以过去接受与神立约以前，多受多少的苦，在与神立约之后，好就要享多少的福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对称的关系。过去人生的苦难这么多，可是当我们抓住神，好人生有一个转化身份的改变之后，做神的儿女之后，过去的苦越多，以后享的福就越大。好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可能觉得怎么可能？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最关键的就是只有神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使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从哀哭叹息变成喜乐。所以现在众位们说，你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，求你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。好，可以说是1:1啊，好1:1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应许。好，摩西的祷告很有智慧。16节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们显明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。好，所以一开始就讲神的呼吁。第3节，世人呐、你们要归回。所以这个世人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，是连我们的人的儿子们呐、所以是世人子孙都要显明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计划，不要只有上一代知道，这一代不知道；不要只有这一代知道，下一代不知道，而是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，都是我们的帮助，都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这个事实要传下去。摩西有没有传下去？有，所以他写了这首诗。这首诗有没有成功？非常的成功。好，这首诗一流传，流传到今天超过3400年。好，这3400年来，好让世世代代都能够从这首诗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。最后一节，愿主我们神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所以摩西最后怎么样把它 ending 呢？好，怎么样把这首诗篇的结束句点画在哪里呢？好，他的祷告就是神啊，好，把你的恩宠，好，这恩宠这个字呢，就是上帝非常喜爱，就不是只有给零用钱，就是把最好的，像那个爸爸看到小儿子浪子回来一样，就宠他戒指啦、外袍啦、杀牛杀羊啊、请客啊，好，就是这样子来宠他。好，上帝啊，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子，而不要成罪的仆人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赐福给我们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那这句话来了，什么是我们手正在做的工呢？然后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好，那这个工，好，如果我们在原文来看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但是呢，从前后文跟这首诗篇的结束来看，这个工很重要啊。就是这些工呢，就是在第3段所说的，我们在遭难的年岁，我们在受苦的日子。
我们在等待神的时间，好，求神转回，好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跟神抓住神的这个时刻，好，所以也在做工。如果我们套用摩西在这个旷野40年，好，因为他们被上帝宣布40年不能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不能都离开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办？是在那边白白浪费时间吗？不是，也在做工。好，所以摩西祷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无论这个工是在旷野里面的敬拜生活，或是在旷野里面这个等待的生活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上帝来帮助，好，让我们都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。好，所以今天这首诗篇呢，真的是令人非常激赏的一首诗篇，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励的一首诗篇。这首诗篇呢，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，还有与神的关系。除了呼吁我们明白人生短暂但不是结束就没有了，而是呢要看见在短暂人生当中，认识那个超越时间空间。有不受限制的神，而能够抓住神。当我们抓住神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因为有罪的问题，而面对神的愤怒，面对神的审判。但是我们要能够有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要能够从千年已过的昨日，好像1000年的这个夜间的一根一样，能够来得着智慧的心，知道怎么样让神能够转回。神要我们归回，我们也期待神能够转回。我们应该跟神是在同一条线上，同一面上，而不是与神背道而驰。所以，当人明白了解之后，就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而不是活在苦难当中，而是把苦难，苦尽甘来，苦难呢成为祝福。在过去所受的痛苦，在神的里面，都要成为永恒的祝福。盼我们从今天的这首诗篇当中，都能够重新得力，都能够得到帮助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父神，今天是主日，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上能够来读这一首诗篇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听见摩西他的祈祷，这样的祈祷3000多年来帮助无数的人能够得着智慧的心不再对神逃避或是躲避，而是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。能够来认罪悔改，能够让生命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和荣美。今天也是教会60周年全教会的退休会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云林的古坑，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参访，还有礼拜，还有看台湾各个地方上帝你的创造，还有历史当中的作为，让我们更加有智慧的心，也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乡亲跟我们的同胞来分享这一份福音，叫世人都能够得着智慧，也能够早早进入你的慈爱，也能够一生一世的欢呼和喜乐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也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我们这样祈求、祷告、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